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，明仔载农历的3月23，就是妈祖生。婚林的北港妈出巡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，尤其是每一年放轿的这个仪式，更加是众人注目的焦点。这个乱轿都停伫一大堆的炮仔面顶，一概来点到真有声势，尤其是炮火烟雾的威力。 更加惊人，都有一个桥班的人员伫网络顶来打出着因的相片，迄位头毛到面到阿妈棍，全部拢卡一顶高的炮呼，变成炮呼人咯。敢若剩这个喙唇甲目睭，阁看会出来，实在嘛真深色。 两个桥班人员头毛面暗管啊，有一连真高的炮呼，连头毛拢烧甲翘起啊，袂输是喷刷的效果同款，变成炮呼人，敢若剩目睭甲喙会认的尔。这个都是烟熏妆，这都烟熏妆。这烟熏妆再加上最佳的妈祖的电炭。 北港朝天宫妈祖出巡有100年的历史，逐年拢有炸桥的仪式，乱桥停伫规堆炮仔顶，一摆一个新的炮仔做一摆点，声势真惊人。桥班人员无法度闪，拢混甲乌去。鞭炮起来的时候，烟会往上，然后再下来的时候，就全部的那个灰尘就很粗了。耳塞啊，帽子、毛巾，都要。迄种爱按好就无，当去下掉还烧掉。 为了预防吹烟导火，桥班人员拢袂使挂吹烟。啊，到底爱放偌济炮啊？这个炮火才会接高。你看桥班人员伫休困的时，坐做伙，大家人的面拢是乌麻麻，这真正是阿嬷袂认的阿雄。这洗身躯拢洗到中外钟，中外钟安尼哦。游经2天，这桥班人员一天困无3点钟，还阁忍受炮仔伫放，混甲变炮呼人。行路的时拢行甲碰怕，外人看来真辛苦。不过这桥班人员为新民奉献，大家人表情拢真欢喜。